珍貴的一秒用心去剪裁，已失去的分秒從此不歸來，錯失去跟所愛分享，分享心中的怨跟愛。也許更多厄困遲早會趕來，究竟要怎施救來沖淡傷害？在一塊花瓣打不開，在一塊冰穿越深海，看生態每一天在變差，會否太低估這代價？本應急速進化，看似每況愈下，天國將近了，覺得嗎？我不要只安守於被窩溫暖中，我想用今一點將你緊緊抱擁。世間有很多我不懂，不懂怎樣退悲痛。也許要當風光倒海發生一剎，人類在途中彼此疆界去拋擲，夠鐘去醒一醒，停地球可急升，人類戰爭貨幣在大利，比權力治理。太多理想不履行，等到幾時？遲極也倒轉面行，不會很遲。要講卻不肯去睇似，無非着於心裏的事。那天若果將更臨於這天下，能共你歸家那什麼也不怕，抱緊我不怕與媽媽。去觀看這終結飛花，最可怕喪失機會説起，訴出我不生的日記，把雙手緊抱你，暗暗作了預備，將要感受世凄美。我不怕這軀體蒸發於災劫中，我只怕這一生的記憶都化空，只得你懂得我天空，怎麼捨得這愛跟痛？如別離的世界不比這更冰凍，那麼若好當星光璀璨再相逢，從緊貼的